甚至有很多的同行都没来得及去我们深圳办公室喝茶，因为都不想在深圳待了。昨天都是连夜赶回去了，都没有航班了，包车走的。这行业里面的这种光啊、希望啊、理想啊都没有了。我觉得现在就是一句歌词吧，代表我现在心境，就是新裤子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啊，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。老板都想躺平了，老板都不想干了。看看这搭好的这些展，全白搭了。这里面可不单单是人民币啊，兄弟姐妹们，这是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希望、热情，全没了。其实这种举措提前一点跟我们说，都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。昨天太晚了，凌晨半夜快12点了才发通知说取消。但昨天其实我们白天的时候都已经进场了，布展、做联条，感觉就这次整个就整个主人啊。不地道了，不地道。把这些东西留点东西吧，要不然你100多万，我100多万在这里，100多万的货呗。搭建、光转位。